乡亲啊，这个振兴三倍冠嘛，当摕来参加救国团的活动哦。学校特别兴热咯，未少的家长会安排囡仔来学才艺。这届救国团是推出着500外个活动的营队，除了户外登山、爬岩啊，嘛特别推出着无人机演习的课程。那搭配使用这个三倍冠，阁有拍节。 过台无人机伫飞，即马上乘的无人机伫暑假营队学写程式，互囡仔培养科技的素养，连大人嘛真有兴趣。像我自己的小孩是国小生，那我就蛮想要让他去体验一下这无人机的样子。而且听说他好像可以编写程式，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小朋友的发展，应该在教育这一块应该蛮有一个发展性的。 当然，暑假营队有露营，今年还有中华的这个健行队，甲封闭的南海公路，即马拢有规划路线，重心要互人回味这个好风景。想要挑战冒险的单车行程嘛，真适合。你可以感觉到社会上有一股动能，就是想出来。那我们救国团的活动啊，一直是秉持着让年轻人能够健康的学习。 这摆救国团总共推出500几项活动营队，为篮球营挑战铁马、游花莲台东、加溪流的冒险等等拢有，用三倍冠更到满清上坝游台，那促进经济，更加希望讲大细汉囡仔拢使好好去体验大自然。